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8集，要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各中各小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台东县的卑南国小谢继军小朋友所带来《热情落叶》。大家好，我是谢继军，我会写热情落叶，是记录我叫大的时阵，我会去看热气球。台东是一个好耍好水的所在，台东有美丽的沙坡、上大的海洋，阁有上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来台东佚佗，多谢。热情落叶，落叶的热情起飞悬悬，我的心嘛对咧飞悬悬。我想要飞去阮邻外码头，青青的草皮亲像大海，楚楚的沙坡亲像海影。阿爸摕纸棒，予我冲浪，冲落去，搁走起来，冲落去，搁走起来。我亲像鱼仔，伫大海游。我喙焦，爬鸡仔边来食。阿爸讲，红乌龙上有奥运，鱼仔敢嘛会喙焦。选入去，咱邀请即届评审委员林凤珠老师为咱来做一个讲评。来，我即马要来讲各中各小组的优选吼，这是热情落叶。我伫咧选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爱台语的白话，句爱顺，吼；第二，台语的用词爱落尽量吼；啊，第三，伊上好有押韵。伊爱有押韵，我知影讲有个人主张讲毋免押韵，但是若我选诗的要求，我主张爱押韵。为什么？因为自古早到将士的诗，若是诗甲词，无一首无押韵的。落叶是台东的一个所在，伊的地名吼。那落叶遐有啥物热气球吼，有规大片的草坪吼。会使讲，若去遐看，咱就知影讲哦，迄个落叶是一个好所在。那伊要介绍因诶落叶，伊诶感受，囡仔就是上直接，对伊诶故乡，对伊诶家乡，伊感受到啥，伊就会甲写出来。伊感受到落叶诶热情，所以甲你讲热情落叶，伊做伊诶题目吼。伊讲落叶诶热情起飞悬悬，吼，我诶心嘛对咧飞悬悬。我想要飞去森林外马引导，安尼，迄热气球嘛，飞起来，伊讲想要对热气球飞去外马岛安尼。过来，伊写草坡，伊讲青青的草皮亲像大海，哈，楚楚的山坡亲像海影。阿爸摕纸板互我冲影，冲落去，搁走起来，冲落去，搁走起来，我亲像鱼仔。伫大海游，伊甲家己想象讲的是鱼仔冲落去，搁再起来，冲落去，搁再起来，伊心足快乐，足快乐的安尼。
但是伊上介好诶，搁伫后壁哦。落叶诶热情起飞悬悬，我诶心嘛对咧飞悬悬。我想要飞去森林外码头，青青诶草皮亲像大海，粗粗诶山坡亲像海影。阿爸摕纸批，互我冲浪，冲落去，搁走起来，冲落去，搁走起来。我亲像鱼仔伫大海游，我喙焦买鸡仔饼来食。阿爸讲，红乌龙上有后韵，鱼仔敢嘛会喙焦？啊，那后壁伊讲，我喙焦买鸡仔饼来食。咱知影台东介热，介热啊，你算算敢会喙焦？伊讲我若喙焦，我是买鸡仔饼来食。啊，阿爸因若喙焦，因因泡茶，因为因遐嘛出产茶啊，那因就讲阿爸讲我喙焦，我买鸡仔饼来食。阿爸讲红乌龙上有后韵，因阿爸咧食茶，啊，毋过已经联想着讲，鱼仔敢会喙焦？这后壁就有一个足大，佮感觉足心实的囡仔会安尼去想着讲，我喙焦我会当食鸡仔饼，阿爸喙焦会当啉茶，伫海内底的鱼仔伊敢会喙焦？诗上介好是，你毋好讲尽，你这个题目不要把它讲尽了，讲尽就无啥意思。但是你后壁你若留一个空间，互人去想，互人去想象，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这首诗有咱的特色。落叶的热情起飞悬悬，我的心嘛对咧飞悬悬。我想要飞去森林外码头，青青的草皮亲像大海，粗粗的山坡亲像海影。阿爸摕纸棒，互我冲浪，冲落去，搁走起来，冲落去，搁走起来。我亲像鱼仔伫大海游，我喙焦买鸡仔饼来食。阿爸讲红乌龙上有后韵，鱼仔敢嘛会喙焦？我亲像鱼仔伫大海游，我喙焦买鸡仔饼来食。阿爸讲，红乌龙上有后韵，鱼仔敢嘛会喙焦？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谢继军小朋友写诗，林凤珠老师讲评，专门客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有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